台语文千万字，逐工要甲大家做伙来捌一字。今仔日要甲大家绍介这一字，咱做伙来看到这字就是直。这个直就是无弯曲，像咱讲直路直线。另外，这个直嘛有无断的意思，像讲好直直落。这个直会当讲是个性，或者是讲话正坦白，像咱讲一个人真条直。另外，听人讲话袂直，代表讲话袂清，带大家做伙来绍介两个词。头一个就是拄则讲到条直，会当讲是一个人个性正罕直，嘛会当讲是代志已经解决，像讲这件代志花袂直。第二个词，咱做伙来看到读做t-liu-liu，会当讲是一个物件正直，嘛会当讲是物件或者是个性，像咱讲路t-liu-liu，片仔t-liu-liu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夹做伙。譬如讲，伊这人的个性就是t-liu-liu，直长直倒，有啥就讲啥。伊本性正条直，斗阵久啊，你就知影伊无歹意。今仔日绍介这一字，直提供予大家参考。